入境。抵达长崎啦！最期待就是长崎蛋糕，因为我是一个长崎蛋糕控，蜂蜜蛋糕。真正的咯，不是假的。我有研究过几间，这间好像是就是必吃的其中之一的老店。走吧，跟我们一起去长崎玩。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我是 Kyrie。我现在在日本的长崎，刚抵达长崎。然后去饭店 check in 之后，现在是下午差不多已经4点多了，4点快半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哥拉巴庄园，跟大家科普一下一个小历史。就是长崎其实是日本最早期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贸易港口。很多外国人在这，对这边附近的都会比较异国风。因为我蛮喜欢有一点异国风的地方，而且这里又是靠海边的城市。对，我也蛮喜欢这种感觉。我发现很多外国的旅游部落客其实是非常推荐长崎，他们觉得长崎是一个所谓的宝藏秘境。那我现在一到长崎，其实我是蛮喜欢的。我就蛮喜欢的，因为你一下车站就买了2个长崎蛋糕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去那个哥拉巴园。然后我们会在就其他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集都分享给大家看。OK go。哥拉巴园位于日本长崎县长崎市南山手町地区，是1859年长崎开放外国通商后，英国商人汤马士·布雷克·哥拉巴等人在此的住所。就在这里谈判，然后谈生意。旧哥拉巴住宅现在也被认定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造西式建筑，而后由哥拉巴的儿子继承，但也因为英日混血的缘由，又因此地可俯览整个长崎港区。在2次大战制造战舰时期，日本政府也在1939年强制让三菱重工业长崎造船所取得此建筑的所有权，现今已转交由长崎市政府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共济会的集会所之门，这里。来，我们这一集要为你们讲解共济会的来源。这不是老高啦，就是我跟凯瑞，我们对于这种历史的东西，然后以前的文化这种神秘文化都很有兴趣。大家都很有兴趣吧？我不知道大家，但是我们2个很有兴趣。所以我们到日本玩的时候，或是在台湾去很多地方，看到有一些这种神秘的地方，或者是像这种庄园，以前古代的人住过，都很有兴趣。我觉得好像很有趣耶，就是你好像置身他们以前在那个时候的感觉，有一种其实你之前在平行时空的感觉，说不定他们其实现在也在这里。对啊。下一站新地中华街就在后面，对，在后面，在我们的后方新地中华街。对，我们上一站过来，我们是搭那个他们的像叮叮车这样，电车，在路上走的那种。它都是一次140。其实如果大家搭比较多，可以买那个1日券。1日券是700。因为长崎这边就是做贸易，就是开港嘛，所以很多世界各国人都在这边做贸易。对，这边聚集的华人很多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因此形成了就是新地中华街这个地方，后来才做了这个看板，蛮神奇的。这有点像置身那个美国的那个唐人街的感觉，很像你在剧里面看到，在这边的感觉，电影里面看到的。对，那我们去探险中华街，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Go。这个就真的好。新地中华街与神户横滨齐名，是日本的3大中华街之一。但在疫情期间，许多商铺也受到影响，人潮也减少很多。
Gary。超热的。我们现在到长崎的出岛，那我们等下就是去喝杯咖啡。现在出岛这个港这边，对。然后等下要去那个出岛的，你说荷兰馆那边。对，那边听说也很漂亮。走吧，Go。热到融化的两口气。浓郁的那种哦，它会刚好卡住。就是这杯，听说很厉害的咖啡。这杯是那个出岛港那边，过来榛果的拿铁。要去的话就要先回去拍，再去。我们现在要走去那个出岛的荷兰馆。对，我们刚刚吃到一间很好吃的咖啡店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在长崎拍照的话，怎么拍都很漂亮。对，它就是一个仿佛走入漫画的城市，就是你怎么拍都很像你在日本漫画里面看到那种感觉。出岛是位于长崎港内的扇形人工岛，在日本锁国时代约200年间，是唯一被允许与西方进行贸易的窗口。在1904年，因政府改善海湾而被填平，成为了现今长崎市的一部分。以前日本都是这样子，晚上他们就会动。对啊，说不定。也很多外国人，超美的。海瑞 ，Hello， 这超漂亮的，这是以前荷兰人住的地方。多了吧？然后用绳子，利用麻绳的韧性，知道吗？19世纪，岛内里有住家、调理餐厅、仓库、岗哨等49栋建筑物，其中现已完成了甲比丹商馆长房间等10栋建筑的修复工作，也是在当时出现各种进出口产品，包含西洋的饮食文化、科学知识，借由进献海外情报与奇珍异宝来换取幕府的信任与通商权。哦，就这个三分糖。对啊，三分糖是什么？比较厉害，而且吃了之后比较不会。中双糖。比较不会那个累积。上白糖。上白糖就是。日本名产砂糖文化。对。南蛮果子。它转动了。对，为什么？这是计时的。地震预知模型。啊，好酷哦！地震它就动。这间我们来长崎车站站前吃了第2次了，超级好吃。然后这个是烤牛肉，冻，然后会附一个生蛋黄。这边真的超好吃，大推。然后它有卖那个牡蛎，就他们这里舞蹈店的牡蛎，超新鲜，超甜。这是他们自制的乌龙面，然后也有这种面可以买回家。这是这间店，就是站前店限定的猪排冻，对，套餐。我们很容易到日本，觉得哪一间店好吃，然后就去吃好几次，大推。然后可以配这间的抹茶，也是长崎站前的，这间抹茶超级好喝。OK， 开吃啊！长崎